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可以说让很多金融消费者把昨天的盈利基本上已经吐出来了。截至收盘 ，A 股三大指数走势，沪指跌0.25%，深成指跌0.05%，创业板指数跌1.3%，看上去跌幅不大，实际上这个个股是跌多涨少，全市场3500只个股下跌，1700多只上涨。从这个成交额来看，现在1.82万亿，两市比上个交易日缩了将近900亿，全天主力资金流出是1000亿。虽然这个指数的跌幅不大，但是大部分个股跌幅都不小。我看了一下，很多个股都收出长长的避雷针的走势，而且指数有顶背离的迹象。下周随着这个会议的结束，恐怕胡适就要露出真容。大部分金融消费者今天恐怕是把昨天的钱还没捂热，还没来得及落袋为安，就已经被没收了。这个市场实际上不适合散户去炒。有很多网友一天的行情，自己亏了20%，昨天回来个3%，就激动的不行。什么指数什么小步慢牛，牛市又来了。没炒的人那就是踏空。我看有人还给我留言说我踏空了，这他就没炒过股，恐怕是新来的。就这种韭菜，如果不把它割绝了，这个胡适走不好。胡适要走好，把这些散户要割断根，绝了他的念头。也正因为这些散户存在这个胡适才走不好。因为他就是赌博来的，所以判断这个胡适好不好，什么人能好也比较简单，就看这样的散户是不是绝技。绝技了，胡适有可能就具备了走好的基础前提条件。我都已经8年没炒股了，我从2021年做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个胡适不值得参与，因为他这个市场有问题。这个胡适不彻底得到根治，我是不会进去的。即便进去，我也是抢个反弹。事实上这3年我也没抢反弹，只是观望。这些缺心眼的说你踏空了，那照这么说，股民只有2亿，全国14亿人，那就12亿踏空，那只能说明这12亿人还是幸福的。那踏空了是幸福的，这些散户在里面搏杀，一个个的跟神经病一样，精神的不正常。你看看他胡一进老师被胡适已经折磨的不成人样子，这个精神忽好忽坏，这一切不都是胡适导致的吗？我为什么说这个胡适现在不值得参与呢？这明显的就是个骗局。有资金，这个年前春节前有一批资金进来炒这个科技股，讲的就是 DeepSeek 这个概念。昨天这个 DeepSeek 好像要凉了，人民日报的发文了，说什么 DeepSeek 是用来超越的，也知道这玩意你没办法深究，再吹破了，再炒就炒糊了，所以赶紧转移视线。所以昨天出来一个什么马努斯还是什么，那从这个 DeepSeek 这儿接过那个接力棒，怎么继续炒这个科技股，还是小心一点吧。我感觉这不是科技的这个复兴，也不是科技突围，这是科技大跃进。创新哪有那么容易啊？即便你冒出个 DeepSeek 得到了验证，哪能这样雨后春笋一样的这么各种惊掉下巴的技术就这么出来？这个叫什么马努斯，他叫什么蝴蝶效应的这个公司，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一下火了。你很有可能是有看不见的手在后面运作，就是为了炒股票。说近日中国 AI 团队莫妮卡蝴蝶效应正式推出全球首款通用型 AI 智能体产品马努斯。这个马努斯一发布，立即引起了市场关注，其官网的访问量短时间内突破1000万量级。因为马努斯官网仅开启内测，用户需要邀请码才能够体验。虽然邀请码免费提供，但因需求人数巨大，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邀请码被炒到999元到8.8万元不等。马上就有人预测，这个市场说全球 AI 智能体市场将从2024年51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47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5%。是不是吹鼓手就跟上了？这么好的产品，市场前景那就涨，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这 AI 的科技股又来涨停10%、20%的涨。还有人说 DeepSeek 之后又一个科技圈的不眠之夜，有所有人彻夜登守，只为该产品的一个使用邀请码。然而这个产品到底牛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都没人测试，搞不清楚。网友说牛在社交媒体炒作多，广告投入多。为什么要炒作它呢？二级市场好去套现。这个马努斯员工称近2天都在通宵加班，国内头部科技企业主动上门接洽，先把蝴蝶效应这公司炒出来，再跟蝴蝶效应公司挂个钩，是吧？蹭个流量，股价就涨个2倍，再把
把这卖给那些金融消费者，完美。记者实探蝴蝶效应武汉总部办公室，看到公司门口贴着封闭开发中，请勿打扰的字条。员工称，近2天大家基本上都在通宵加班。尽管如此，来蝴蝶效应探访的人员还是一波又一波。探访期间，记者注意到一位来自国内科技头部企业的员工，他表示目前公司高层已经下了命令，必须与蝴蝶效应方面接洽。这到时候最好能签个框架协议，妥了，这股价到时候一宣布涨个2倍。这个暴拉的过程中，散户是进不去的。他们昨天恐怕就建仓完毕，等着蝴蝶效应这公司炒出来，他到时候再把这个一公布，本公司发个公告，本公司跟蝴蝶效应签署了什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那股价就翻着翻的涨。等涨停板打开，金融消费者可以买了，这个是人家出货的时候。所以这个员工说，公司高层已经下了死命令，必须与蝴蝶效应方面接洽。他说，不过这个难度可能不小。记者注意到，萧红方面与国内大厂早有对接，已经是早就开始密谋了，恐怕人家已经建仓布局完毕。这个新浪财经说，想并肩DeepSeek 不能靠自嗨和邀请码，说营销更重还是含科量更重？马努斯一夜封神，质疑声不断。专家说，看起来很美，可行性不太现实。一夜醒来，马努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号称全球首款通用这个人工智能体，实力碾压 OpenAI， 被媒体称作下一个 DeepSeek 来了。据悉马努斯与传统 AI 助手不同，不仅能提供建议和答案，还能直接交付完整的任务结果，可以完成简历筛选、房产研究、股票分析的工作。消息一出，立马震惊资本市场。人家目的就是这个，震惊资本市场，就是要撬动资本市场。你要资本市场在那儿四平八稳的，波澜不惊，那人家不是白忙了吗？是吧？大家看到与马努斯相关的 AI 智能体概念集体爆发，你看又开始炒上了，网友更是迅速出了概念股名单，彻底激发了市场热情。中国科技股彻底被点燃，这个科技浮夸风要不得，这就为了二级市场炒股就这么胡编乱造啊！由于马努斯采用邀请内测的限制，导致很多用户无法体验到这一款人工智能体带来的体验。这一举动也被质疑为饥饿营销加套壳炒作。有一种观点认为实际上还是一个偏套壳的产品。套不套壳，实际上马努斯团队已经自己承认了，他也不避讳套壳争议。实际上马努斯既没有自研底层大模型的能力，马努斯的模型能力来自于这个别的公司，海外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参加过沟通会的行业人士表述，说马努斯并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套壳产品。结果今天这个马努斯官方 X 账号被冻结，冻结的原因是什么？人家怀疑这个马努斯跟加密货币诈骗有关。有网友跑去核实，说早上铺天盖地的宣传马努斯，搜官网没搜到，再去 X 上搜才找到官网。官网需要验证码，让加一个群，进了群发现等邀请码的说都是汉语，这个群里交流的等要这个邀请码的全部是汉语，发的是中文，没有一个说发英文的用户。但是说官方发通告仍然坚持全英文，一个汉字没有。马努斯的这个公告实际上他发的是全英文的，但是看的都是国内的这些用户，进来要邀请码的也是都是中文的说这个群友发现可以进入应用界面绕过邀请码，很多群友试了，一直显示转圈，说大家都以为是算力不够卡了，结果有个群友发现网络请求里会验证用户，不是他的这个就是有那个邀请码的用户会拒绝链接，但是在应用界面没有任何提示。一个纯英文网站挂几个视频，在英语区发布的产品，搜到的新闻全是简体中文平台发布的，通稿都是讲官网说了些什么，甚至 A 股已经把这个炒翻了天。你看看，为了迎合 A 股的炒作，为了造成一个科技股，对吧？这种就这么造假，这叫什么事儿呢？所以这个马努斯神话也就维持了24个小时，已经跌下神坛了。可以说当今这个市场是相当的浮躁，不光是胡适，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DeepSeek还没整明白呢，想用更多的技术革命来推升市场，结果适得其反，对吧？大众已经开始审美疲劳。这个村长说，在6日经济主题
题记者会上表示，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政策文件将尽快推出，逐项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大家记住了，很多人以为这是利好，我告诉你啊，这里面每个字都是一把镰刀，因为金融消费者他不知道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打通社保、保险、理财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也就是让这些资金能够方便的进入沪市。那散户就说了，那不是好事吗？资金来了，你这么想啊，那就太简单了。社保、保险这个是不能赔钱的，人家来只能赚钱，年化10%，请问这个钱谁给？你不给，我不给，大家都不给，那他怎么赚钱？那社保可是全国人民的钱啊，不能赔。2024年这不是公布了吗？社保年化收益率是10%还是7%？是炒股的，国家队的钱能赔吗？对吧？国家队的钱这是扎在那个银行股里面，他怎么琢磨着谁去接盘呢？那么这个零和博弈的市场，保赚不赔的资金越来越多，也就是这些钱都是皇亲贵族，只能赚钱不能赔钱的。那你说谁来赔钱？那就是散户的负担就更重，这个用脚丫子都能想明白的事。零和博弈的市场，你指着国家队输钱是吗？你指着社保基金赔钱，那我们这缺口这么大怎么办？也就是金融消费者的负担更重。他后面说 DeepSeek 脱颖而出，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最近中国资产价值的重估，加快健全专门针对科技企业的支持机制。你看看的这个说法，就让我感觉 DeepSeek 年前一顿爆火，恐怕还是有一只手在操纵。DeepSeek 炒了1个多月了，小2个月了，实在没什么好讲的了，所以什么马努斯应运而生，说不定后面还其他的，马努斯不行还换一个。总之这个故事还讲什么交易量快到1万亿了，现在突然又到了1.8万亿甚至2万亿，就是本来进来炒科技股的这些资金，炒哪吒2的资金已经退潮了，人家吃饱喝足，热度过去了，人家走了，那这一走那不就不行了吗？交易量会跌到1万亿以下，所以我们需要新的热点，把这资金再叫回来，老乡别走，接着玩。这个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说2024年全市场分红达到2.4万亿，分红金额创历史新高。怎么说这是好事？就是要求上市公司你得分红，你不能做铁公鸡，对吧？你一分红，那些金融消费者怎么什么长线资金他就能拿到这个股息，他不就现金流了吗？所以人家持股值得，你分的越多，人家赚的越多，这不就股市就慢牛健康吗？这个想法是好的啊，我也支持，但问题是你监管体制你这个不够完善，到处都是窟窿，所以有些大股东就利用你这个分红，你不是要求我分红吗？你不是鼓励我分红吗？就开始做文章。我记得我以前我就反对这个，你监管跟不上，这个市场到处是欺诈做假账，你在这个时候你搞什么提倡分红，说白了就是又给他们开个口子，他利用你的政策合理合法的把钱拿走了，最后留给市场的是一地鸡毛。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家印，中国恒大他每年分红多少，现在留下的就是一地鸡毛，你们整去吧，对吧？有人算过，许老板通过这么多年他分红分出去500多亿，这500多亿是他自己的，分给他了，他是大股东。现在不是有债权人什么清盘管理人、清盘人，现在全球追给许家印还给了他老婆丁玉梅分红的钱吗？摁一下葫芦起了瓢。因为在咱们这儿这些大股东上市公司来就是割韭菜，他就是来骗钱的，他就用这个口子去割韭菜。哎，这是你提倡的，这是你要求的，那好，那我就来分红，名正言顺，我还响应号召。所以我说你在这个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想一出是一出，最后都是整个的散户买单，市场买单。你比如说中国经营报报道，东方雨虹2024年净利润1.08亿，拟分红44亿元引争议。按照政策这不是好事吗？他要分红44亿啊，那东方雨虹的这些股东不都是挺高兴的吗？说近日防水一哥东方雨虹发布2024年业绩报告，公司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80亿元，同比下降15%，下降规模净利润1.08亿元，同比下降95%，扣非规模净利润1.24亿，同比下降93%。不过说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在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东方雨虹却计划实施高达44亿元的分红方案。若方案顺利实施，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将获得9.63亿元红利。我读到这儿我都觉得，那这能叫市场？这不就是抢劫吗？这到底谁给谁分钱啊？这不又是个徐家印出来了吗？这是中国经营报报道的，它下面有很多数字啊，咱就不说了。我就是说，你这个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不能这么搞，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浮夸
提倡分红，强制分红，一年还分2次的，这些大股东就利用你这个政策，他一年才赚1个亿，他要分44个亿，他自己手上10个亿拿走了，这公司以后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套现10个亿已经走了，这个公司那个利润是连年下降，比上一年都下滑95%，眼看这说不定过2年就要退市了，反正我把钱分走了。只是这公司背了一屁股债，就跟恒大一样，2万亿负债，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慢慢还嘛。就这样的市场，也只有那些傻子、赌徒才会去买。这个我一直说，这个市场它也不治理好，不值得参与。你也有可能这段时间挣点钱，挣个3瓜2枣的，挺高兴的，对吧？这个钱还没捂热，说不定还要连本带利还回去。那些在我这频道里面听的，你听仔细了，你要想买，你就加杠杆，人生难得几回搏，把房子当出去，其他588一借钱，实在不行把你爸妈百合网挂出去，攒钱梭哈满仓进去搏一把，不要跑到我这来听。你跑到我这频道听啥？我这都是说胡适不行的，掰开了揉碎了讲胡适为什么不行，就是涨它也是暂时的，它是吹起来的，还是要回到它原来的轨道。涨得越多，买单的人越惨，对吧？我就买过单啊，6400点我也不是没见过。你看好胡适的，不要来看我节目，不要天天在这看，完了哪天拉根阳线在那儿手舞足蹈的问踏空了吧？天天暴跌你怎么不出来？再说了，拉了根阳线，你赚到钱了没有？你还在慢慢解套之路，这缺心眼的不要来看这个节目，讲道理你听不懂。那什么人能进去？你得看他治理的结果。这些上市公司这些参与的主体是讲故事来的，还是真的为散户谋利益的？是真的谋发展？做假账、欺诈上市有没有杜绝？每个股票后面的那个神仙有没有揪出来？那些垃圾股现在还在讲故事的，还在玩命的做假账，有没有把它清出去？你说这个5000多只上市公司有多少家应该退市的？他就不应该在这市场待着。什么时候我们天天骂这个大股东抠抠搜搜的不减持小气，说明这市场好了，因为大股东都舍不得把股票卖出来，大股东卖股票就相当于割他肉，觉得他卖便宜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这种场景，大股东纷纷的拿钱去买股票，这就说明是变好了。那个时候你再进去炒，做长线资本，做耐心资本，价值投资。现在都是你但凡你敢买，大股东恨不得把他的控制权都卖给你。这个不是贝莱德什么外资机构说的吗？根本就买不完。如果这股市这公司这么好，他大股东舍得卖给你吗？把控制权都要卖给你，优质资产谁舍得卖？当然这些赌徒来说他也听不明白这些，说了也是白说啊。最后说一说胡锡进老师，这胡锡进老师今天发了个微博，也对这个中国 AI 新产品马努斯进行了点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总体上就是厉害了我的股啊，再一次震惊了美国啊。胡锡进老师他不相信这是个炒作，他认为这个就是实打实的一个科技。人类的科技进步往往是你添一桩我增一瓦的集体探索过程。老胡个人希望并且祝愿马努斯成为 AI 大征程中的里程碑之一。近期中国的 AI 进展不断刷新，就在马努斯爆火出圈的同时，说阿里周四发布了最新开源推理模型，功能据称非常强大，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无疑已是 AI 进步的世界2大中心之一，而且我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争力，这个大判断就越来越确定了。胡锡进老师还是生不逢时，确实是个遗憾。他如果生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就是他工作的那个年代，那胡锡进老师会每天都有不断的惊喜，各种感应超美，各种魔场万金，放卫星嘛。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